嚟清遠過大年啦！清遠春節3到4日點樣玩？第一站打卡百廟漁村，徒步棧道欣賞北江風景，品嘗北江河鮮。第二站採集屯園新鮮水果。第三站玩轉網紅雲天波白，挑戰刺激嘅懸崖飛車。晚上入住市區星級酒店。第二日打卡復古紅旗茶廠，網紅巨型茶壺茶園，了解製茶炒茶過程，品一杯清遠正宗嘅英德紅茶。晚上入住溫泉度假區，自由浸泡溫泉。第三日漫步情人橋、同心島，打卡央視推薦嘅美麗鄉村梅子寨。第四日前往英西楓林走廊，睇十里畫廊美景，打卡小趙州橋、駝峰山，坐上熱氣球睇小桂林美景，體驗親手磨豆漿，飲一杯清甜山水豆腐花。全程唔趕時間，唔走馬觀花，時間同埋行程可以自由搭配安排，自駕或者包車都可以安排。